正道，今日正道的题目，唔通错过生命，唔通错过生命，请曾牧师。兄弟大家平安。咱欢迎对台南东门教会来的兄弟姊妹，甲咱做伙做礼拜。恁的参与，互今仔日的礼拜，就表明伫上帝的家庭内底，咱无人客，咱拢是上帝的囝儿。咱做伙敬拜，咱嘛做伙伫上帝的面前来领受上帝的施恩，甲伊圣神的帮赞。咱要领受圣经的话进前，咱搁一摆同心来祈祷。至圣的神，阮伫你的至圣所安静阮的心，我用较无的心来敬拜你。虽然阮的肉体目睭看袂到你，但是愿你开阮灵魂的目睭，互阮看你哪来哪明。求主你的圣神拍开阮的耳孔，互阮听你的话，也求圣神拍开阮的心门。将你的应允，就是生命的智慧，甲天国的应允，赏赐互阮众人。无论是老人，无论是囡仔，无论是初信，无论是代代的基督徒，愿主你的恩典，无互阮任何一个人来空虚无得着。愿伫你的面前同心祈祷，我靠耶稣的圣名，阿门。2礼拜前，我甲咱做伙分享一个题目，伫咱的人生中间，咱需要感动。伫一生中间，若毋捌有迄种改变你生命的感动，人真少也真困难。伫一生的中间，会通有真精彩的成就。但是法国有一个真出名的文学家，就是写一本小说叫做《小王子》这个作者。伊发现人生生命中间有一种真奥妙的差别。伊讲人伫一生中间有千千万万的感动，但是真侪人，迄个感动拢无改变伊的生命。就亲像咱摸彩领受真侪礼物，但常常也未拍开，就放伫咱的厝内的仓库的内底。伊讲千千万万的感动原封不动。咱毋捌将感动甲伊改变，成做行动。那安尼，即个感动是空的。我要甲咱分享古伦神父伫旧年所写的一本册。虽然这本册我伫旧年就买，但是我也未读。直到伫年初去拜访伊的时，伫伊咧带领的暗晚祷礼拜中间，伊就是用这个不要错过生命。因为这是伊牧养伊的兄弟姊妹的一个真要紧的期待。因为伊看到真侪少年人无热情、无勇气，伊紧张烦恼这个囡仔，伊一生就因为安尼错过许多的机会。伊嘛发现伫伊身边有真侪人为着生活无真正的看见。所以对伊的生活无真热切的迄个意义，所以到年老只有土气，伊感觉若要知早前我应该安怎？无论少年人，无论年长的人，错失生命，常常是一个真遗憾的代志。所以伊办一间学校，其实这间学校毋是伊起办的，是因为伫因的修道院中间。因除了有因家己的灵修以外，伫传统修道院常常拢有办学校，所以伫这个修道院，古伦神父伊家己的修道院的内底，嘛有一间学校，就是互国中、高中的囡仔，伫德国无国中、高中啦，因拢叫做高中。啊，伫迄个中间受教育的囡仔，伊常常鼓励因领受上帝圣神的帮助，来找到人生的方向。我希望当伫今仔日的礼拜，甲咱做伙分享。无受感动的父母真困难，会当带囡仔来得到感动。
毋捌付出代价去行动追找伊的感动的父母，嘛真困难养育出来，付出一切代价去追求上帝所予伊的十字架。所以真侪人到年老的时阵就偷窥，我没有真正的活过我的一生。年轻的时候，我对爱情、对婚姻，嘛因为无同款的选择，所以我失去迄种的机会。有偌侪人伫咱的一生中间，为着咱过去的生活来偷窥讲，这是我的损失。愿天父上帝帮咱伫今仔日的礼拜开始到咱一生，上帝互咱到年老的时，咱只有感恩讲，上帝我感谢你，因为我一生无怨无悔。也即你期待你的生命是一个充满期待、祝福、甲感恩嘛？愿咱伫上帝面前听今仔日圣经的话。真侪人伫生活的过程顶悬，常常为着别人来活，也是讲伫上帝感动的中间，伊无坚持，所以伊失去真侪对感动来得到的面望。也因为无行动，所以这个感动就原封不动，到伊年老，造成伊的偷窥。愿咱伫主的面前，咱甲主祷讲，主愿你的感动产生一个意义，互你的囝儿、你的查某囝，用我的一生来实行上帝你的带领甲引带。主帮助咱，对今仔日开始，无阁有借口，无阁有提示，无阁有惊吓，无阁有逃闪责任，无因为惊吓失败来丧失咱精神好的精神。主帮助咱。互咱每一个兄弟姊妹，咱享受感动所带来迄个活命树的种子。感动就是一个活命的种子，是一个噩梦的种子。这个感动要带来一个生命的成就，这就是今仔日咱所读的话。伫咱的金句箴言13章12節甲19節，咱今仔日的經文只有4節，一節就是問講為什麼我要活伫這個世間。我的一生就行什么最重要最好？第二节就是耶稣的回应讲：天国是强的人处去。意思就是人生中间，若要享受你生命的意义甲成就，爱付代价。天国代表圣经内底一切完全的应允，伊代表超越幸福一切的价值。天国是强的人出去，咱来用积极、用努力、用热情、用付出代价，来得到上帝所赏赐你，为着咱生命所必办的应允甲祝福。愿天父上帝帮助今仔日，咱伫上帝圣殿内所有兄弟姊妹，咱有一个人到年老的时，遗憾终身。愿圣神帮助咱。鼓励咱，咱无只有静静坐咧等，咱是起来付出代价，流汗认真去追找上帝所要互咱伫生命中间的帮助。我用一句话甲恁分享：依靠上帝，高高跳起。我靠上帝，勇敢爬起来行，因为耶稣捌第一届。讲道的中间，为着一个摆卡的人，伊甲伊讲：起来，倒去你的厝，行你人生的道路。这个摆卡爬起来，将伊的面皮掀咧，伊因为耶稣基督的鼓励医治，伊变做向前行新的人。愿主甲咱三甲弟弟，伫天父上帝圣神的带领。咱做伙来读今仔日的圣经，因为今仔日的圣经是一支锁匙，伊要拍开咱的智慧，互咱进入上帝奥妙的应允。所罗门伫伊所写箴言甲传道书，特别伫传道书内底，我真爱就是这句话。简单来讲，这句话就是一个
Q&A， 伊问家己讲：世间人一生要做什么？咱的一生应该做什么，才会利益咱的活命？互智慧引带，坚持无行愚妄的人的道路，互智慧的光照，会当参透、看明、了解。这就是所罗门伫伊的箴言内底所写，真的智慧甲真的知识。兄弟姊妹，你期待你的囡仔真做一个，互上帝光照，一生充满智慧的囡仔吗？陪伴你的囡仔读圣经，勉强你的囡仔读圣经，因为圣经毋是真简单的人去读，是爱勉强读、敬虔来读、用心来读。求天父上帝帮助咱，每一摆咱做礼拜的时，上帝的圣神就对你讲话。那每一个愿意拍开心门的人，因就得到上帝所赏赐真理的种子，也伫你的生命的内底。就亲像今仔的金句，伫箴言第13章的19節、12節的第2句、13節的第1句，伊講心所渴慕的，就是活命樹。意思就是人的欲望、人的意志、人的感动、人的愿望，伊就亲像一粒愿望的種子，放伫咱的生命内底，伊會慢慢來大長。感動毋是講親像咧看8點檔、看電視、看電影，就哭哭啼啼，就一個情緒流目屎安尼爾。迄毋是真正的感動，迄只不過就是一種情緒被挑動。真正的感動是親像光照伫咱的生命內底，你忽然對你的心內有一種的熱火點到你的心中，你敢講無這我會死？無這我的生命是欠缺，這才是真正的熱情甲感動。但是我兄弟姊妹，每一擺的感動，咱愛回應，愛有行動。如果咱若無回應，就親像咱有真侪摸彩禮物，可有可無，所以咱常常就甲放伫咱的倉庫的內底。若要義賣，咱才摕出來捡捡咧，因為這對咱來講。有也好，無也好，咱就摕去送人做謀財。毋是，上帝所賞賜的上帝國，何等的寶貝！願主對你講話，帶咱進入伊的國度。咱是天國的國民，這是何等的寶貝的應允，兄弟姊妹！你感覺你做一個基督徒，是一個極大的幸福？你感覺你做一個基督徒，是一個驚天動地的大代志？有的基督徒信主久久，但是上帝所賞賜的活命，食之無味，棄之可惜。因為咱毋捌真正去，互上帝聖神、天國的火燒伫咱的生命內底。我咱對上帝講：主啊，求你幫助我。耶穌對迄個擺開的人講：起來，摕你的蹼仔向前行。聖經雖然講記載講，倒去你的厝，意思是走回世界，你要有一個新的生命、新的開始。起來，向前行。願主的聖神今仔引帶咱，直到咱一生的路尾，互咱為主來行天路，咱的主的面前來得到新的願望。今仔日我要甲邀請兄弟姊妹做3個祈禱。第一個祈禱，求天父上帝的聖神用伊的火感動我，互我對我的生命有一個新的價值、新的意義。生命的意義對咱來講，何等的寶貝甲重要！因為當咱若找到意義的時，咱才知影咱為什麼來活。愛因斯坦講一句話，真有意思。伊講真濟人感覺伊的生命無意義，生命無意義的人，因不但無法度
感觉幸福，因几乎没有生活的动能。这就是古伦神父发现，即摆伫德国的少年人，因为战后的德国好命，慢慢经济各方面一直富足安定，所以欧洲的囡仔愈来因愈失去迄个挑战家己、梦想将来的成就。就是爱因斯坦咧讲，一个生命若无存在意义的人，伊真困难得到幸福，谈到幸福的滋味。愿天父上帝帮助咱今仔日伫主的面前，咱甲主祷讲，主啊，求你用感动，互迄个感动才做一粒种子，放伫我的生活中间，互我无论唱歌，互我无论做工课，互我无论敬拜。互我无论做任何的代志，我拢知影，我的手所做的工是代表什么？伊真正的意义甲将来的成就。真出名的德国的一个哲学家尼采，伊讲出一句鼓励人的话。伊讲一个人若知影伊为什么来活，无论伊所拄到的情景是什么，伊拢勇敢向前。换一句话倒边来讲，就是若无明白家己存在生活的意义，就算做伊真够考试，嘛有真好的成绩，但是伊袂通享受伊咧行这条智慧的道路的快乐。愿天父上帝帮助咱，基督徒是一个幸福、受上帝永远祝福的人，因为对咱进入上帝的门开始。上帝就用伊的圣神带咱读圣经，也即你捌因为读圣经流目屎嘛？也即你捌因为读圣经来看到你家己内底的欠缺嘛？也即你捌因为读圣经，通明白耶稣所讲，我就是真理、活命、道路嘛？但敢捌因为上帝的话来改变咱的思想、甲生活的习惯，主帮助咱，互咱伫今仔日，咱要离开礼拜堂之前，咱伫圣神的内底来祈祷。主求你帮助我，因为你的应允，对今仔日开始，每一日我拢不错失每一天的时光。我要把每一日当作我一生中间最后一日，我尽心、尽性、尽力、尽意，主求你帮助我的囡仔，互阮的囡仔，因有感动、有梦想、有行动。兄弟姊妹，这礼拜咱的寒假的生活营，这个囡仔唔知天高地厚呢，因排3天的专讲。要求牧师一个专场拢2点钟，我看到我强要昏去，我就讲对这个中级大人咧讲道，若讲2点钟，就大家目睭开始那干落，直直练。个囡仔若讲2点钟，要安怎？这个囡仔唔得倒甲规礼拜长。但上帝感动咱的囡仔，我嘛感觉讲上帝真正真疼咱的囡仔。连小以恩啊。差不多是这阵的上细汉的啊，坐2点钟啊，而且伊甲陈牧师讲，我一直在等庄牧师下一句话要讲什么话。哇，这甲牧师捧场哦，不是牧师讲道的内容，是咱的圣神来造就咱的囡仔。兄弟姊妹，你爱为着你的囡仔，这种真有海绵。有柔软的心，有敬虔的心来欢喜。愿天顶的上帝大大祝福咱的教会，互咱的囡仔因找到因生命的意义。生命的意义不是牧师互咱的，生命的意义就是上帝的话，通过牧师的讲道，通过圣神的帮助，通过你生活的情景，通过你的经验，将咱的经历甲圣经结合做伙的时，你对上帝讲阿们。主啊，这个感动，我要互伊成做我的生活的亮光。主啊，这个感动，我要互伊成做我生命的决志。
兄弟姊妹，行动就是咱愿意将上帝的感动给转化，成做咱的献身。愿天父上帝今仔对咱讲话，这又拄则一开始我为恁所读的，我所读到的这个小玻璃，就是小王子的作者，伊所讲一句话，伊讲伫咱的心内有真侪千千万万的感动，但是多数的人这个感动拢原封不动。咱无将这个感动给转化成做一个我存在的目标意义。意思是讲，上帝这个人实在真高，我想要亲像伊；上帝这个人真良善，我想要亲像伊。上帝这个人为着迄个乞者，为着迄个软弱的人所做的行为，主啊，何等会水？主啊，我要亲像伊。愿天父上帝对你讲话，愿上帝将伊的感动，互你伫你的生命中间看到亮光，就是你独独为了这目的来出世伫这个世间。咱来到这个世间绝非偶然，咱来到这个世间一定有一项代志，是上帝要爱你做，不是爱曾牧师做。上帝爱你做，不是恁爸爸妈妈要做。咱来到这个世间，无论大小，一定有咱上帝要爱咱做美妙的事。愿天父上帝对你讲话，也愿咱对上帝讲阿们。我要用大笔的祈祷来鼓励恁安尼祈祷。大笔向上帝讲：耶和华我的上帝啊，你是我的帮助者，你是我的拯救者，我的上帝，请你紧紧来，无伫眼前，请你帮助我。呀，这是不是你的祈祷？阿们。主啊，请你来，无伫眼前，因为你是我的上帝。愿咱伫圣殿的时，咱对上帝求讨，就是改变咱的生命。主帮助咱有感动，主帮助咱找到咱生命存在的价值甲目标。主嘛，用伊的圣心，甲咱杀，互咱勇敢向前行。所以第二，我要邀请兄弟姊妹，爱有行动。第二，咱甲主祷讲，主啊，帮助我。古伦神父写伫伊的册内底一句话，伊讲：我靠上帝高高的跳起。咱的教会常常读一首诗，叫做《Impossible Dream》，去梦那不可能的梦。伫这首诗的内底有一句话讲：去摘那摘不到的星星，去梦那不可能的梦。兄弟姊妹，感动就是唤起咱勇敢去得到。这嘛就是耶稣讲，天国是强的人处去。兄弟姊妹，你捌为着这个信仰付出什么种的代价吗？咱活伫今仔日的台湾做基督徒，其实是简单，但是恁敢知影耶稣甲伊的门徒所讲，天国是勇敢的人处去，这句话的背景是代表什么？伫无久的将来，恁要甲我同款，受到信仰的迫害，你需要背十字架。愿天父上帝帮助咱伫今仔日的礼拜，咱将感动变做一种的意志。今仔日的金句，这个投影片写了唔对，应该12节跟19节。箴言13节的第二句，12节的第二句，以及19节的第一句，我甲伊放做伙，讲做这段的经文。伊讲所愿意的领导，却是生命树。这句话读起来怪怪，因为安怎斗拢斗袂好势。但是介简单来讲，就是你心中的这个意志，你的迷茫，你的 desire， 你的渴望，迄个渴望要成做一粒种子，带伫你的心内，你的灵魂的内底，迄个较无仰望的种子伫你的内底，伫你的生命要发出一丛生命的树。介简单来讲是安尼，
讲心中所期待愿望若成就，伊就有幸福，伊就感觉甘甜。兄弟姊妹，愿主成就你心所求、喙所讨。因为上帝为着听伊的人所备办的，是目睭袂捌看，耳孔袂捌听，连求连想都毋捌想过。求天父上帝今仔日将这个话变做一个勇气，互咱脱离你安稳的所在。真侪人袂通成就迄个伊的梦想中间的成就，是因为伊永远停留伫伊原所在。国语讲安全的巢就，真侪人若毋愿意、毋敢去冒险，伊就永远停留伫伊的现况的中间。咱应该鼓励咱的囡仔，毋通惊跋倒，毋通惊付出代价。至到伊到年老的时阵，埋怨讲，这个世间无公平，开拢无互我机会。毋是上帝无互人机会。是因为人惊付出代价，求天父上帝帮助咱。伫今仔日，咱成做一个改变生命态度的人，咱常常勇敢向前。就像耶稣讲，努力去得到上帝为着咱备办的天国。毋捌努力过的人，就是行尸走肉。介简单来讲，就是毋捌真正活过的人。兄弟姊妹，不要再找借口。上帝青年的这囡仔，不要为你的生命、为你的拄着的软弱找借口。勇敢向前，甲上帝讨。主我宁可努力甲跋倒，我嘛要向前行。求天父上帝帮助你的囝儿有这种的勇气。动机，愿主咱明白，愿兄弟姊妹咱明白，主耶稣甲咱讲一句话：天国是强的人出去，心中较大粒的人，有大的民望，有大的热情，有大的期待。天国伫什么所在？耶稣讲，上帝国就伫你心中的灵魂的内底。兄弟姊妹，咱的灵魂。就是上帝国充满的所在。我咱伫今仔日个礼拜，咱甲主祷告，主啊，求你帮助我。当咱已经有这种的感动甲了解，当咱嘛已经读到这段的圣经，但是伫人袂话，伫上帝凡事拢会。容易有感动，但是无容易有行动。所以今仔日第三个祈祷，兄弟姊妹。军队主耶稣，独独主耶稣会当帮助你，真做一个伫摆卡中间爬起来行的人。独独咱的主耶稣会当用伊搁我的权柄，用伊的光来引带咱脱离黑暗的关系。所以，咱伫今仔日个礼拜，咱搁一届邀请咱的主耶稣，因为照圣经所讲的话，耶稣带来更美的盼望，更美的指望。所以通过咱的主耶稣，伊要开咱的目睭，伊就是真理，伊就是活命，伊就是道路。主耶稣要将生命的真光来显示给咱，互咱用新的角度来看这个世界。所以扫罗伫困着主耶稣的过程，后来青梅。后来个定心看见，迄就是上顶一个生命的改变。所以伊无搁再称作扫罗，伊称作保罗。伫伊的生命的转变，灵魂的目睭的改变。伊讲：主啊，你是什么人？主耶稣带伊定心认捌上帝的权能，甲上帝的国度。希伯来书第7章19节，伊甲咱讲。独独只有主耶稣会当带予咱更美的指望。兄弟姊妹，主耶稣讲：我来到世间是为着要互我的囝儿、查某囝甲万米来得到丰盛的活命。
愿咱得到把掌，愿咱无一人欠缺。产后咱要个健康，产后今仔日要个机会，认真做工，尽心尽性尽力尽力。约翰福音第3章13节讲：趁着今天，坚持到底，你就会得到主耶稣基督所带予世间人迄种丰盛的画面。兄弟姊妹，伫人生的尽头有2个无同款的所在，一个就是阴间，阴间的所在，人无搁再有机会。兄弟姊妹，伫主所赏赐咱今生今世，此时此刻，做了上帝所欢喜咱做的事。愿咱伫主的面前，咱搁一摆发出祈祷讲：主啊，求你帮助我，因为伊是我的上帝。兄弟，耶和华是你的上帝吗？咱当心来祈祷。早伫地，今伫地，也永远伫地。耶和华，阮的上帝，阮伫你的面前来学习生命的功课。阮要亲像所罗门，伊问伊家己讲：我一生要做甚物，才会通利益我的活命？主，阮今已经知，你甲阮讲，尽心尽性尽力尽力，因为天国亲像迄粒宝贝的珍珠，主求你帮助阮，用生命来得到。听阮的祈祷的上帝，求你怜悯阮，请你来，以马内利的上帝，请你踮伫阮的生命中，直到永永远远。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求，阿门。